茅草的话，那个草有香味，它这个蚊子说怕这个香茅会有香味的茅草的味道。这如果打草的，那就晒干了，马上把它绑成一团，可以驱那个蚊子车子里面放一些有没有效果？这要多大的量才会有那个香茅的味道？那个蚊虫怕香茅的味道，有时候是叫做柠檬什么的，还怕那个薄荷的味道，怕那个我忘记了。看香茅啦、薄荷啦、艾草有没有怕？还有怕什么？这个是茅草香茅。古代那个盖房子屋顶用那个茅草房子屋叫做茅草屋，原来还有防雨的作用。